北門區位於沿海低窪地帶，每到強降雨，也則是海水倒灌時，時常出現淹水情形，大大影響居民生活甲財產安全。為何當地民眾有一個安心生活環境，市府向中央爭取經費，辦理北門區頭港排水治理工程，佇咧近期完工。而這項工程佇設計階段，一島的生態甲加團理念，使用水庫清湖圖輔助建設堤防，達到防洪生態資源循環再利用的目標。這個頭港排水的堤防的加固整治就可以看到這個效果。原來的堤防已經破損了、老舊了，甚至常常會滲水。那如果碰到大一點的颱風或大一點的雨量，一下就會漫過去堤防。那所以非常感謝水利署六合分署，那支持全部的經費7000萬，然後台南市水利局很快的時間內就把這個部分整治了1263公尺，這麼長而且這麼厚。那用了土呢，又是百合水庫整治的土，淤積的土清出來之後免費運送到這邊來，運費、土方費用都省掉了。所以說，在7000萬可以做這麼長的距離，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整治工作做好，那可以造福地方，大概保護500戶、1500人的這個面積，那也能夠讓民眾可以安居樂業，減少這個因為水患之苦。因此呢，我們這樣的水利工作，其實在台南很多，因為台南地勢比較低洼，是全國易淹水占全國易淹水地方的土地的面積的1/3所以說全國那麼多縣市，但是易淹水的面積這個中央水利署來評估起來，台南市占1/3，所以說我們的出發點比別人辛苦，但是也希望說經費我們的使用都會非常有效率，趕快把治水工作做好，民眾少淹水之苦，大家才能安居樂業幸福生活。黃偉哲從任以後，對着北門區水患改善相當重視，包含排水路改善、抽水站、地方池興建等，總投入9億6千萬，並對極端氣候甲強降雨日益頻繁，市府將持續盤點沿海甲容易淹水地區防洪設施，結合中央資源，打造更加安全、更加靈性、更加宜居的水環境，守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